Hi Trader，大家好。今日呢條片我唔同你哋講空泛嘅理論，今日我會淨係同你拆解我哋華爾街炒股最實用嘅7大核心概念，每一個都係我多年實戰驗證過嘅贏錢之道。我同我嘅同學能夠做到穩定獲利，靠嘅就係呢套交易環輯。俾15分鐘聽我分享，15分鐘之後，保證你再睇股市走勢，會同以前完全唔一樣。無論係1分鐘、5分鐘短線，定係日線、週線、中長線，都可以透過呢7個透視鏡睇得一清二楚。以後炒股唔使再靠聽風聲、估消息，穩穩陣陣賺錢。所以今日呢條片你一定唔可以錯過。首先第一個概念 cycle 循環，好多人以為股市係隨機亂咁走，今日升聽日跌，毫無規律，但實際上市場永遠圍住一個中型曲線運行，一個循環不斷重複、重複再重複，就好似香港嘅4季，春去秋來，夏熱冬涼，從來唔會亂套。你識得呢個循環，就知道股市唔會一直升，亦都唔會一直跌，升到某個階段就會調整，跌到位就會反彈。唔使驚，見大升就追，見大跌就慌。因為你知道呢個只係循環嘅一部分，從而做出正確嘅決定。呢個係炒股嘅根基，識得呢個你就已經甩開咗好多盲目入市嘅散戶。作為 trader，我哋追求嘅唔係股市嘅確定性，而係可預測性。只要能夠俾我哋帶嚟多1%嘅機率優勢，其實就已經足以令我哋做到穩定獲利。第二個概念 location 位置。呢個真係重中之重，好多人輸錢輸到傾家蕩產，問題就出喺位置，搞錯咗。到底咩叫位置？好簡單，就睇你隻股大部分時間係行喺上面定下面。呢度嘅上面同下面，參考標準就係20天同200天移動平均線。假如一隻股票大部分時間都行喺20天同200天移動平均線之上，呢個就叫位置喺上面。如果有隻股長期行喺2條線之下，就叫位置喺下面。千祈記住，如果位置喺上面，你嘅策略就只有一個 pull back buy， 唔好估佢跌，唔好做淡。無論新聞話佢業績差，定分析師話佢估值高，只要佢長期喺上面，每一次下跌都係入場機會，唔係世界末日。反之，如果位置喺下面，無論點反彈都係假嘅，千祈唔好衝入去接刀。好多人就係唔識呢個，見隻股長期升就估佢會跌，執意做淡沽空，結果輸到一塌糊塗。或者見隻股跌咗好多，反彈少少就以為撈底時機，結果越撈越跌。呢個係散戶輸錢嘅頭號原因。記住，位置決定策略，逆市而行，好快玩完。第三個概念 location， 好多人會將 location 同 position 混淆咗，其實兩個完全唔一樣。position 講嘅係上下， location 講嘅係近同遠，即係你隻股票離移動平均線係近定遠。咩叫近？唔係話一定要實實在在貼住條線，稍微上面或者稍微下面少少都算近。如果股價同2條移動平均線之間有好大個空隙，就叫遠。呢個概念嘅核心操作好簡單，近先入場，遠就出場。我知好多人係鍾意追入新高，覺得越升越買先得，但係我同你講，新高有72%嘅失敗率。點解？因為新高通常都係遠離移動平均線，呢個時候入場好容易摸咗個頂。我哋班學員從來唔追新高，反而專門等隻股回落近移動平均線時先入手。而嗰啲追新高嘅人，其實就係送錢俾我哋。舉個例子，早排6869升咗一段時間，去到好遠嘅位置，呢個時候我哋就會賣出獲利，等佢跌返嚟靠近200天移動平均線，先至考慮再入場。當然，唔係所有新高都唔可以買。如果個新高唔算遠，仲有 set up 配合都可以考慮。但大部分情況下，遠離移動平均線嘅新高都係賣出信號，唔係買入信號。第四個概念，方向。呢個好直接，你要清楚知道你隻股嘅主要走勢係升緊定跌緊。
即係主導方向。如果隻股長期喺上面不時創新高，回調又唔深，咁主導方向就係升；如果長期喺下面不時創新低，反彈又無力，主導方向就係跌。好多人會犯一個錯，見隻股升咗少少就以為方向轉升，見佢跌咗少少就以為方向轉跌，結果頻頻換策略，輸咗手續費又輸錢。其實主導方向好難轉變，就好似一列高速行駛嘅火車，唔會突然之間反方向走，需要時間減速停頓先至會轉向，特別係指數、Forex 或者期貨市場。所以一定要認清主導方向，順勢而為，升勢就買回落，跌勢就賣反彈，唔好企圖同方向鬥氣。我成立呢個頻道係希望可以用另一種方式去提升大家交易嘅技能，因為我好清楚明白，要成為一個成功嘅交易員，唔單止係你識得幾多種技術咁簡單，而其實更重要係你嘅心理修養，係你嘅自我素質。我知道大部分嘅人可能平時都要返工，要照顧家庭，都係好忙，所以我希望用呢個頻道去灌輸一啲 trader 必須要有嘅 concept 俾你哋，等你哋可以喺返工搭車嘅時候，或者做緊嘢嘅時候，瞓覺休息嘅時候，都一路聽住呢啲 concept， 聽住呢啲核心嘅信息，令到你哋可以將呢啲 traders mindset 入腦入血。我好有信心咁樣，絕對可以幫到你哋更快成為一個 consistent profitable 嘅 trader。第五個概念 state 即係狀態，一隻股嘅運行狀態主要分三種：窄幅震盪、緊縮運行同埋大幅波動，即係 Y state。狀態唔同，操作策略都要調整。如果隻股處於窄幅震盪，價格上落好細，呢個時候就唔好頻頻入場，因為賺唔到乜嘢錢，仲要俾手續費。所以呢個時候我哋可以休息一下，唔好搞佢。如果係緊縮運行，即係隻股波動越嚟越細，佢正在蓄力，通常之後會有一輪大行情。呢個時候就要耐心等，等到突破緊縮區間，出現 set up 先入手。如果係大幅波動，即係升得急跌得都急，呢個時候就要緊守止蝕，唔好俾波動嚇走，因為呢種狀態通常利潤都好豐厚，但風險亦都大，止蝕就變得好重要。第六個概念 color change， 呢個係我哋入場嘅關鍵信號，超級簡單，一學就識。所謂 color change 最簡單去講就係陰燭之後出現一支陽燭，而且呢一支陽燭嘅高位穿過咗之前陰燭嘅高位，呢個就係確認入場嘅信號。我最中意嘅 set up 就係股票爆發上升之後嘅第一個 color change， 勝率係非常高。當然呢個 concept 仲要配合之前嘅 location 同 position 一齊用先得。正確嘅操作順序係首先確認位置喺上面，然後等 position 變成近，即係股價回落靠近移動平均線，最後等到 color change 信號出現，呢個時候就可以即刻入場。剛才提到我哋早排食到好和味嘅6869就係用呢個 setup 做翻嚟。第七個概念亦都係最重要一個，就係 defense 防禦，亦即係我哋專業 trader 成日用嘅 one bar stop 一棒止蝕概念。呢個係炒股嘅保命符，無論你前面嘅概念學得幾好，唔識防禦，遲早都會輸光。好多人炒股贏咗就笑，輸咗就死 hold，希望可以守到反彈返家鄉，結果越輸越多，呢個係最愚蠢嘅做法。我哋做交易一定要勇於接受虧損，因為虧損係交易嘅一部分，就等於係做生意嘅必要成本，冇人可以百發百中。記住，要保住唔好炒車死你，先會有機會可以做到世界冠軍。一棒止蝕嘅操作好簡單，當你入場之後，你嘅止蝕位就定喺入場嗰條巴嘅最低位。如果股價跌破呢個最低位，無論點都要即刻賣出，唔好猶豫。比如你喺呢支陽燭入場，呢支燭嘅最低位係100蚊，只要股價跌到99.9蚊，就即刻止蝕走，輸少少就算數，唔好死亡。我成日同學員講，我哋要堅守，永遠只會輸一棍，但我哋有機會可以贏好多棍。
一個成功嘅交易，就算輸咗幾次，只要一次勁嘅盈利，就可以覆蓋所有虧損，仲有得賺。好認真咁講，只要你堅守到呢一點，我好肯定你就算唔係即刻贏到，都可以唔會輸，永遠可以留喺呢個 trading game 度玩落去。總結一下，呢七大概念嘅操作邏輯好清晰。首先睇 cycle， 知道市場有規律，再定 position， 確定大方向，上面買回落，下面賣反彈，然後等 location， 靠近平均線先考慮入場，認清方向，順勢而行，根據狀態調整操作頻率，等到 color change 確認入場時機，最後用一棒止蝕守住風險。用呢套邏輯去睇1分鐘、5分鐘、日線同週線呢4個窗口，無論係短線炒即日定係中長線持有，都可以應用。我哋班專業 trader 能夠做到穩定獲利，唔係靠運氣，而係靠將呢7個概念緊記到入晒腦、入晒血。15分鐘時間好快過咗，大家記得要好似我哋咁，要多睇多聽幾次先可以完全吸收。但只要你將呢7個概念記實，慢慢喺實戰中運用，相信你嘅炒股成績一定會有好大改善。最後問下大家，下次想我拆解邊隻熱門股嘅走勢，或者想我講下咩嘢嘅 topic， 留言話我知，下次再同大家傾更多炒股實用技巧。祝大家日日有得賺！